各位听众，欢迎路人到对来槟榔好见的节目。这个礼拜我能够在对来讲几个故事。我人这礼拜有一个初男来参加我的节目，伊名叫做德哥，欢迎德哥。大家好。德哥头一摆来参加我讲几个故事呀？你其實聽邊個福建，聽起邊個福建嘅節目，安怎會知邊個福建嘅？last week 我不能聽。你把這個話，你真正信咯？你真正卡開剛剛，係咪好人吐？真嘅，你白不？哦，你安怎除掉你邊個福建到啲 Facebook 除掉啊？是啦，我是啲你iTunes 嗰啲。哦，安怎你講話但冇抄 email，你等得咯？我把你做 studio 嗰邊。到 studio 是到幾個檳榔嘅是到？哦，不，我到上海。哦，到是上海。แล้ว你到是上海做工啊？還是讀冊？啊，對。做工。แล้ว你頂到到檳榔嘅是大一間呢？大漢，細個大漢。我是大海。哦，大北海，你把微微娃娃。唔係。微微娃娃換名或者威神係啊嘛，威神咪是北海咯。咪威神威力啦，哎呦！掉啊，微微娃娃威神。你但是 Evelyn 是最 Evelyn 啊。哇咯！我都冇看到伊嘅面呢，伊面是 No Mega Tower。咩叫 No Mega Tower？ OK， แล้ว這個我個除了我嘅新招呢，等陣會唔會一個？然後你是頂到聽到頂一禮拜聽到是你聽到咩話題？聽到咩 topic？我是聽對有隻路人 recording， 就是講幾個故事啦。哦，你是講聽幾個故事啦？because 我做個真暗，做緊做真暗，所以聽刺激。多 studio。你冇驚咩？真係刺激。哦，驚啦！你 studio 係咪 studio？photo studio 係咪 studio？ recording studio 哦，錄音咩？哦，別講你成日水。對。你我用可能是買。哦，別講哦，怎麼就是你梅話講話是唔是 Behringer？ 你話咧只發個姓汪嘅人陪啊！到時㗎，咁樣講。上海啦，你要去哦。上海啦，王菲錄音啊。你頭啦。好啦。哎呀，咁樣講，你話我見落。แล้วฟรีอ่ะว่ากินหรอแล้วฟรี哇这是谁在看的鬼一边陪边攞班的國茶班嘅教唔要緊，你來，我搞到落 free 唔要緊，你來。Lucy 到底你是 audio engineer 嚟啦。對。哦，你有冇感覺到我老師錄音面，我係聲就差咩？我係聲 OK 啦，別人嘅聲。because 人隔離可能是不同的麥，有音的那種麥。所以你會關亮啊？你關亮，你聲你 bass 較重啊，你 bass。你講係一陣陣嘅。一陣陣，我係 bass 較重。你 bass 較重，你用 condenser mic，但係美國你梅話 condenser mic 是Behringer 係咩？但係你梅美國另外一票 M audio， 我係 M audio， 我係 Behringer cheap 啦，100塊呢。因為我哋留子啊，我係係咪我係 Zoom 呢？留子 Zoom 未歹咩 ？Zoom from Japan 呢？未歹，一樣啦，係險未歹啊。你講咩？但係你真外票伊會興呀？對咯，就是講這類型是攞嚟 brand 想的嘛，就是 Behringer 嘅 M audio，所以我看到就誒。
對，我別人真係真久啊！我聽到，because 你唔知知唔知？你冇其實頭冇你個聽起本來福建嘛對，所以你唔知講我是唱歌嘛。但係我有 studio 就是 because 我是唱歌嘛。哦，我冇聽過你唱的一條歌，福建歌就是闽南福建嘅歌，是你唱的。唔是我唱，我唔係唱過福建歌。你是日本嘅人。你是豆腐腸，日本豆腐腸。哦，OK，日本豆腐腸唔是我唱。我聽了，誒，我開始是唱阿毛歌。怪，唱冇歌。嚇，唱阿毛歌啊！有當時唱冇歌 arrange 咗好多唱嘅。會使哦 ，no problem。你是寫咩 style 嘅歌？是咩 style 嘅歌？本是 pop song。commercial 啦。commercial，但是你有 range 啱冇嚟再唱。我看咱錄音了時，我甲哎呀，你放咩啊？麥你歌好聽。你睇咩我愛。嚇 ，OK，然後嚟，我同佢咱咪講錄音嘅物件，咱講鬼嘅物件。該敷衍你啊 ，OK 呢？嚇 ，OK 啦，行，微爸爸 OK。你一時。微爸爸，真係用你 iPhone 都冇用你 condenser mic tonight。較型啊！個笨蛋啊！冇你看，你看這裡。特別我同你講 ，iPhone 嘅聲不是水嘅，未歹本啊，水。未歹本，伊落podcast 嚟講不是水嘅 iPhone。根本呢，冇邊個你嚟 zoom 嘅嚟 stereo。OK，anyway，咱講幾個數啦，當今嚟講幾個數。你咦？我未記我個新嘅咧 audio 咧鬼嘅 audio 我未記bằng。等我吹看，等陣我當廣告數時我個吹。你係擺藤槍你看你啊，就係驚。係咪安尼？哎呦，我哋驚就是你收入嚟啊！แล้วโอเค so 我那個介紹講改變講無了個，然後個話嘅老椒啊維娃娃咯。老椒維娃娃，咁我同我成椒啊得個，然後個有老椒特別驚，係幾好。然後個有我能我隔壁厝邊無毛病。Hello，大家好。那歡迎人講鬼故事這禮拜，我能這禮拜呢，咱咪學住開始，咱學的歌開始。啊，好啊，開始先啊，我未 ready 喎。哦，你未 ready，未 warm up 過呀？未 warm up 過 ，because 我係講嘅時喺 studio 入面，所以我特別驚。OK，唔叫我學吧啦。OK，我咱學這裡講起，學特別驚講。我講啊。OK 咯。叮當你講過係咩物件？我想唔起。你講嘅鬼個是咩？電推鬼嘅。哦，電推開門嘅。哦，對。你同劍呢？你嗰隻借個嘛？真係借個。之前嗰陣佢講過啊，過後啊。破病啊！就未好寫啊，就物件成日做亂看咯。就所以我 stop 咗陣嘛。哦，你做咩是同佢個家呢？同佢個 OK 啊，咪國際嚟咯，國際橋啊咯。你講問題，你講過咧，是係咪？你感覺係咪物件差亂？像阿妹是放工嘅時啊，有幾個倒車咯。喲，幾個你就少到走車？你看車車是唔是抓嘅？唔是。我看車到啲 highway 嘛，我大阿妹12點嚟個放工嘅。即係然後了數，走嘅時嘛6-3步些少少嘅河啦，了數我咪冚藤啦咯。然就看車行啦，感覺上啊。冚藤啊 ，sorry，等陣都是本地是開掉藤啊嚟㗎。你車藤啊，本地是開掉嘅。本地是開掉嘅，了河潮我咪冚藤啦咯。冚藤啊，了過後感覺講啥有物件到啲邊啊，可能就對調咗就了。你車外口咧，還是你往你身軀？車外口。咁你 say hi 哦。要佢哋好啦。確你聽。
你聽到伊物件聲，我都車行，反正就係你看車時，你 feel 到聲有物件真正我來嘅可能。哦。then 我目睭尾掃伊，唔係講再去看伊嘛，目睭尾掃伊，看到啊，即係跑啊可能。喲，司老闆。我唔知是司老闆啊，是咩品我唔知啦，但是就係講成個字咯，所以喺你物件直直我直直見咯，直直立料直直見咯。哦。然後去到咧，咩感覺？伊物件無論你就見，無論伊唔對調嘅啫。哦。咁你咪 stop 啫咯，咩 emergency brake。哎，佢就跑靚呢頭整。如果 stop 啲 highway 走掉都未講紅音 stop 嘛。哦。對，但係紅尾長尾無病都特別停掉咯。紅尾長尾時都冇看到半行嘅咋。所以紅尾長尾隻車隻見嘅時啊，佢再看到喺你物件咧。哦。你冇講看到明明，特別你目睭冇呢飲掉成個。喂，你真正邊個其實是看無去啊？你物件。你 just 目睭尾掃掉，然後頭先想是。按照講啊，目都毛病落去highway啦。目都毛病。Coastal 啊？嚇 ，Coastal highway 邊啊？我都唔敢行啦。是咯，但是咁你看到鬼唔敢行，你咪是到到處呢？是咯，揸車落錯包比賽，後面會錯包比賽。對啊，會錯包路比較死啊，比賽咩死？冇死啦，冇個人看到鬼就死嘅咩？嚇死嘛！哦，嚇死！你個其他個記性我話。你特別驚你看到伊鬼咧對條路咧，其實個走，你是搭火車過去，你係咪冇成可能？搭，有迄一名呢，迄一名講貴啊，我甲侬講貴高速貴啊，迄一節啦，拜人名咯，等貴了嘅時啊，拜一名咯。哦。等貴啊，成when我去到落我感覺成有物件對了我咯。哦。一 feel 就講物件對了，你看無半行嘅。了。所以我咪 stop 佢一站冇講咯。所以教重點啊，我。你馬仔安怎好？應該冇啊啩，問我下話啦。actually 我對到厝，一般對到我入來厝。哦喲。阿妹是我係 feel 到伊阿妹，到底你名稱咧？冇當名稱啦。是講一知咯。你感覺就是像一個物件對條路哦，還是無像？應該是像物件嚟。哦。無我咪講㗎啦，我咪聽，我驚。免驚啦，你抄記無？特別你問講，咱特別講，因為咱講了後，咱講驚過啊，唔要緊，咱講錄音未 ，after that 咱無錄嘅時啊，咱講錄音唱歌㗎，一個。無我講唱歌嘅 ，after 一個幾個數我甲出現㗎。免，你特別老掉，無你別通解講。無咪係你解講。OK，了 OK 了，特別了你過嘢時當劍是站卡 OK 啦。了你講頂到你講未講關係啊？頂到無上經驗嘅事呢？嗰下面嘅你無講。你無估嘅整就是我去看厝嘅咯。嚇！你講過啊？我 email 俾你嘛？對，我 email 俾下你呢。係啦，對，唔該講，對。啊，嗰時我去看厝 ，and then 我甲我朋友兩人白白是去看厝啊，伊分白我分白嘛。then 我去甲順安尼都迄邊嘅區看厝咯。and then when 我看到迄邊嘅厝時，哇！迄間厝我直接去時感覺哇，太爽啦！啲 feeling 成個係清嘅，你知迄間厝。then 就我看 ，I mean，伊 agent 坐喺翻去行嘛。and then 我就接甲內邊。接架喺你厝內邊，我就開，我手正成嘅開伊房間門咯。伊頭隻房間門，因為我隻開嘅時啊，我看到一個查某到啲紅線掉了嘅。喲！老？喲！冇咧。我聽到你啊，塞一步你聽到啊？塞一步聽唔到人啊？
屌，我咪聽嘛。你好 ，OK，你看，你 update 你看，你係你是在講是遲幾物件是有 ，maybe 有可能。遲幾物件，所以我看到了，我手行出去啊咯。嚇。And then 我 friend 個多那邊對啲看過，然我 friend 唔係話，你係咪數安尼請講走出嚟？我冇啦，看了邊個咪走出嚟咯。我唔係講嘅字啊，了佢咧是落去架樓下咧是我係講我即做邊個嘛，問比較好啦。哦。你唔話，你是唔是看到物件嚇對？ Then 伊講OK，咱去看別位嘅。你唔是講我女朋友去看咩？還是住？你跟我講另外字。我講表咪俾我，咪俾去看。伊冇看到啦，你看到啦。我看到呢，伊冇看到。哦。我是人看到，看到了，我就 try to 走咯，咪個看了。Because 我個看到嘢，我感覺。唔知佢看到物件。係啦，有。佢穿咗紅衫㗎，佢以前白衫嗰本咧。佢穿咗紅衫。紅衫係咩意思啊？做咩是紅衫鏡？只惡嘅。紅衫就是咪落只惡嘅。你唔知這件事？我每個看目睭嘅，我就自己看到紅嘅 figure 到啲紅線掉落嚟，可能冚我心，我十分每一走了，我走住個靠邊。等陣，我問一下物件哈，請問講各位你聽到你人嘅厝即個有風扇哦。風扇，調嘅風扇。我厝無。咁去看者你人嘅風扇者，不如。呀，真衰啊！你係咪嚇人啊？唔係嚇人啊！呀，我家己看到我嘅風扇，我驚。因為你彈到你彈嘅咧。我就要問下而家。今日係咪看到人嘅風扇？等陣有物件。我冇風扇。嗱，我房間冇司令 fan 嘅，所有房扇。你 OK，你好啊，這裡這裡deco 咧 ，deco warm up 唔會。deco warm up，如果俾講我就驚。你講下，你講你這件件事，到底你當金大啲裏面嘅，係 studio 錄音嘅位嚇。唔是，白露一件是我家己嘅。哦。所以我是講我捌去做過 studio， 就是講我去邊家 artist recording 嘅 studio。所以我是我 experience 啦，即是啲舊年是啦。舊年11月，你到上海收到邊啲學件咩？我唔是講條 blog 咩？邊啲學件？哦 ，Skype 應該俾嗎？係啊，冇 Facebook 特別不，就是條 blog 是 Facebook 未看到。你 Skype OK 啊？Skype OK。哦 OK。你邊啲學件聽冇 OK 啦？OK 啊，伊 download 聽到啊。會download。是講 I key Facebook 嚟講 I want IP address。哦，對。我俾。你講下，你講你是上海早低冇講，你講係講係去上海嘛？呀 ，OK， 所以你咁樣解釋先，你是新疆嘛？你講你是做錄音師嚟嚇，你是？對。錄音師咧是㗎。guitarist。你自己是 guitarist？ part-time guitarist。係咩嘢 guitarist？ part-time 就是uptime。uptime 啊 ？part-time。part time， 哦 ，sorry， 你唔係冇講就好啦，但係是 condenser。我近條，我開條機啊。哦，別怪啦，就對隻得嘛。我放條 condenser，compressor 嚟機的。我冇咩有用，我係有話我開幾本啊。我禮拜禮拜妹，冇，因為我冇，我那是冇開嚟講，我你聽到我係那話 room noise 嘛，所以我就冇 get 到。是啊，你看 V V 話特別是俾鬧，我聽人講，然後你咪驚，要俾錄音咩？特別，所以你個叫拍吉他，我個對嚟好，你對等下我買 你咯，唔要緊。我驚，唔要緊啦，咱就再驚啦。
แล้วโอเคอย่าง我不一样我一人嚟嘛อันนั้น一人咧แล้วรู้ใจ啦我可能我另外隻 studio 咪夾佢講本嚟確定แล้วรู้講你睇下我同你講喺美術就就頭先啦，把盧家講呢就你講下你行事嘢喎其實人講當今嘅人是咪係行事多辦公裏邊調嘅行事啊咪係調嘅行事多裏邊調你困嘅會咪係 because 以前阿 blade 但係可能就哦掛路嚇以前 blade 但係可能所以你困掉是你按樣開掉其實對你無好你應招惹小人啊對做工啊哦你係行水咪嘅嚇所以最好就是一頭到 aircon 啊無就是用 table fan 按樣款哦，有可能你是 aircon 嘅公司，甲 table fan 公司講嘅啦，真物件。你頭啦！所以啦 ，OK 啦，每到對這得個，所以你講你其實錄音數，แล้ว你個叫拍吉他係咪 musician，แล้ว當你去做工啊，舊年是甲人錄音啦，係啊對。แล้ว你是去伊人嘅 studio 啦。你咪講，我跟住錄音咪再講。唔是你個去 studio 啦。唔是。嗰時是 because 我是接條 job 是講是前兩條歌呢，唔是講規定 album， so 唔是規定 album 啦，就講叫我做 record 兩條歌。誒，我你講我真係冇噪音嘅，你講我嘅我都冇。你是咪到中國隻鼓啊？是啦，隻鼓冇講。哦，你講都冇噪音，你都冇成日 discount 10% 都冇呢？隻鼓是有鼓料，請問？about 4 years 啦。4年，OK。你4年到中國冇？你講華語嘅啦，講華語啦。加阿毛。我去對，我去香港嚟講 Cantonese。哦 ，OK，你就去講，แล้ว你叫人落落哪條關啊？即係唔是上隻 building 啦，冇上公司啊，冇上位啊。冇上名，伊是伫我是去台灣嘅時。我去台灣啊！哦，迄間 studio history 啦，是講真正久了，about 20年啊。哦，20年嘅歷史。等，我咪同你講，since 你 base 安尼當下，你使 step back 淡薄佢粒哦，還是 cut down 你 base 淡薄？你講話because 我冇咪聽到你嘅enunciation 我咪聽到你一直不， because 我是橋位，我 equalizer 是橋嗰啲人，你在嗰啲人，所以我 compensate 伊 base，還是我在橋本啊都。OK，巴魯咧，你 try 下。巴魯 OK，巴魯 OK，你較關 treble 淡薄啊。OK，但我開 EQ 啫。你OK，你講咧？你講較好。OK，然後了就。迄間 studio 是，我唔知嘅，種伊人迄邊 staff 是實在有發生事了，所以我唔知嘅。所以伊人互我安排互我studio 是上細間嘅 ，because 大間嘅甲了有人佇用緊條。所以迄一暝我就甲先個 recording 了咯。迄時是先個問對啊，about 是第幾點啦？2點啊，係咪？我對，多一個先我就別使講啦。別使講，等陣我。別使講嘢成。微媽媽就未知，我知就未打，就未知。出名啦，出名本嚟啦，你本人未知啦。OK 啦，OK 啦。咱調意見就先下了，免講了。OK，迄時就studio 無人啊，就從我一人。從我一人，迄時我嘅 console 從我面 mix 啦，我嘅 console 攞我嘅 work plugin 嘅 condenser mic 個了是偷掉個了咯，偷掉個了攞我嘅 board 個了 computer 個了 already switch off 了嘅，所以我是第一邊。你是有冇使等人咧？你睇等人車冇車？等人車。等人車，等你咪笑鬼聲啊！講乜電腦啊、computer 啊，冚嘢，電腦冚了。OK，然後就嗰時就 switch off 嘅了，冚嘅了，冚嘅了就我就對面寫物件，寫，我是感覺真閒啊，就係面我就我嘅 speaker 嘅了是
有聽到查甫嘅聲，啲唱歌啊。你 speaker 啊？你 monitor speaker 啊？就是 monitor speaker。哦。聽到有查甫啲唱歌啊，是唔是？哦，伊是干那聲咧？還是 music？唱咩歌？干那是 vocal 呢？聽無清楚嘅。干那 vocal 呢？係干那 vocal 還是 music？冇 music 嘅，干那 vocal 呢？但係 vocal 是真係棒嘅，是真係棒。聽無清楚嘅，後一道係聽到。伊隻大聲呢，還是細細聲呢？伊是對者，講食細聲啦，唔是講食大聲。所以我是因為我感覺我家己是可能是我聽錯啊，嗰時大約啊。所以第呢，第一站唔看在啦，都聽到誒，即冇嘢可能啦。冇啦，只聽有30秒、40秒。哦，怪長本。聽了，怪長本啊！我是講感覺是家己大約過頭啦，嗰時係咪無夠困啊？嗰時係咪啊？然後有幻聽物件啦，然後就無去插伊咯，無去插伊，然後就 stop 佢啊，然後嘅10分鐘嘅咁啊，好在到對係有人講聲，有人講聲，我就奇怪，why？安怎個聽到嗰聲？其實我無想到是迄個物件，我是聽咗就講，誒。又唔是啦，可能是家己大一個頭嘅，唔過是家己啲邊自我麻痹啊，自我催眠啊，所以然後就買去插嘢咯，然後第三道是越來越 clear 嘅啲 sound，越來越清楚，拿來拿清，越來越清楚，拿來拿清嘅，所以我就奇怪啊，我就徛起來，我就行去後尾，我就開嗰個部分那邊嘅會咯。我就開我個 booth 那邊開啊！誒，無物件嘛，無人無蝦米。vocal booth 就是樣唱歌嘅位，唱歌啲歌聲嗰啲裡面嘅一個，成個一個啊，然後一個 studio 裡面是啊，一個 room 那邊啊。然後就係我 control room 㗎，我個 booth 嘅一個玻璃鏡啊，所以我就去開會咯，開會看那邊。誒，無物件嘛，種我可能是麥我燒嘅起來啊嘛，蝦米物件都無，然後我就冚咗。唔會啊，咪叫上次車，我就你淡薄驚淡薄啊啦，有淡薄驚了，我咪夾會做了 ，still 會做了，所以我未走嘛，所以我咪管你咯 ，still 點樣做咯，做，又聽到聲，我就去開會，我就被當我逼切啊，真係逼切啊，開唔來啊，開會就看到這裡查甫，切了一邊。所以我個人講嘢啊，即係到底你 studio， 到底你即係即係 studio， 到底 vocal booth 那邊，vocal booth 那邊 ，Oh my God，吉利，所以我就真係驚，然後我手本準卡本準啊，所以又無人哦，我講我好，我真係驚，然後所以我就經濟一看緊了啊，所以我就驚，我就。然後講啫，after that 我就，有時我未行去，我借位 console 裏嘛，所以我直接去冚嘅 on off switch 位，我就緊冚開，你就冚開去哦。我就冚開，我後面咪講，我一頭開門，一頭衝出去，一頭對。一頭對我每我冇冚，我冇冚，一頭冇冚，加了冇冚，然後加了外口嘅灰嘅咧我冇冚，我就一頭走。我就一頭走，走了就 next day 第二節嘅時，所以我是咁啊，淡薄破病啊發燒。嚇掉才驚啦。對啊，我物件未做了，所以我未對去 studio 那邊嘛，所以我就去。伊迄邊嘅 engineer 咯，我講，喂，你人迄間 studio 迄間 studio 是毋是有垃圾物件嘅？無清氣嘅物件，伊講，你人怎會知？你看到啊？我講，怎你無甲我講啊？我想講你未看到嘛？我所發迄間 studio 內面是真正濟人來看過了嘅，就講迄間 because 伊嘅一個 company 那邊有4間 recording room 啦，所以迄間是啲真正保嘅位咯，真正保嘅，迄間是平常是冇人用嘅，
一冇咪人用，because 是講 fully booking 了，我甲冇辦法，話迄邊人就冇甲我講，阿妹買去迄間做，你知？咗過啦，佢得買去迄間做，然後所以我就唔知嘛，所以我講說冇辦法，我講有多間坑出來，好我去用先啦，because 我關了 check， 我說要我問是唔是？你垃圾物件，然後你人無甲我講咧，你講是這類物件是真正久了，包有十幾年啊，甲了 engineer 先啊，就是甲了阮知誒，甲了阮知誒，無人甲我講，still 我迄一節，你要走去 storeroom 去夾伊誒 CCTV 誒迄個 video 啊，TV video， 我想伊yes。大你worker booth 入邊，伊人不有 set up 迄個CCTV 啊，用驚人喺入邊做啊咪做鬼啊咁樣可能，有我看，然後有就是講搞個搭你時間嘅迄個搭節嘅迄個 tape 啦，喺間 studio 搞個1點到4點，迄一段時間咧就是講。本翕到有只種白嘅物件啲物件啦，伊件，搭節啦，搭名本啊呐，搭名可以看到，真有翕到 still 我有翕掉，我copy 我愛，我 send 好你，我會使放出來，我會使放互個人看。but 袂使講含 studio 啦 ，because 我知，我那是放出來迄個 studio， 你看到是迄個白樣，唔是講白，伊是會看到 ，actually 看到是一個人咯，會看到一個。因為我愛，你叫我你免甲我講到落，唔緊，我冇講出來，你使甲我講 person， 你就冇我別講出來，我會驚，不是你講，知道咯。but 迄個是真誒，我真正驚 experience，because 搞個迄是三個月後咧，我就去迄間 studio 做物件，我無入迄間啊，但是我驚，我甘願等別間 studio free 啦，我不入，我唔去。我問你 ，OK， 所以我問你，如果你開，你到底去個 studio， 你開會，你去第二道，你到底去伊，你聽到伊聲，那是到底去伊個audio 個 vocal booth 嘅時候，你開門起來時，你看到伊坐喺邊看到你啦，伊個。你看到伊是像咁普通成個人咁樣呢，還是像一隻影茫茫是安怎你講下？伊是像透明嘅那款樣，透明。哦，你使看，所以無講100%明啦，你使看，伊使看湯佢淡薄睇下。對，你會感覺到伊，actually 看到伊目睭真正大淚咯。哦，看目睭真大淚，好彩我是無接個 booth 那邊。我無你是起來講面出一道掉到啲邊而已。那是我個 booth 那邊，我面出一頭起啲邊啊，繼續背名啊。喲，看你個看到你 CCTV 可以幫你他媽。唔係，我過馬路，我去到迄邊，我不唔敢接嘅見嗰個。波士我唔敢接啦。咁隔了講我射單，我唔是講我射單咯。真正驚，所以我唔知，我看到伊啊，伊個做對我做下面咧。你看到，所以你看到伊阿咪燙頭毛啊，係咪？地頭毛啊，係咪啫？地頭毛哦，你看到伊有想穿衫啊？係咪？你也是冇咪看到穿衫呀？冇咪看到。特別伊是你感覺到伊是什麼白白的款呢？你也是成個平時人啊，是有色哦，啊是安怎？冇色。伊是成個混的款啊，成個混的款你感覺啊？冇，伊是成個灰安怎講呢 ？Grey 灰膚色 ，grey 人款色噶。即係冇色啊，冇色。哦，成個黑白 monochrome 呢？對。哦，成個黑白小應該你看得冇咩色嘅呢？對，唔係伊是淡薄透明咯。淡薄透明，所以。你有電燈哦呢？你看到是有電燈哦？有伊個手，伊手做咩？伊手這邊，咁啲成是我叫我來嘅，我印象中啊，我是記得係，但我唔知手是安怎啦。
有時迄時是真正驚了，你知？我無去小姐姐，我係腦是實了。走就對啦，就是走就對啦。走就對啦。每本無冚咧，管你可能搶啊，可能面好啊。我咪你 before 你阿未開始，阿未看到就到一個 studio 入面嘅鬼事啦。你有相信鬼哦呢？你無看到是？半相信，半無相信咯。哦，你是上個玩嚟看啦，上個佢無講100%無相信，特別個無親眼看過人看啦。啊，對，就當親眼看到嘅時咧，就真正錯晒啊，你知唔知？啊，你使咪流晒呢？哈，晒，我抓淡薄係流晒。哇！會流個抓淡薄係流啊。吉利 ，OK， 你等我燒掉個。然後我當俾梅，我當俾梅即係無毛白，你講到佢當冇鬼靠書本下無毛白。我讀特馬聽過驚個比較公布行。我是驚。安怎你無毛白，你是相信鬼啊你？愛講相信，唔是真相信啦，特別因為安尼係家己朋友，朋友嘅朋友講嘅，แล้ว為是家己朋友。看到了啊，佢變做相信咗。係啦，所以特別你家己親身，唔係講成親白看過嘅，你咪見啦。親白都好彩冇咯。特別你是聽實講，你 first hand from 你家己，在講無被線路嘅人講嘅物件，你是咯。我本教你想。แล้ว你講下，你朋友嗰度講嘅經驗。你人甲我講 ，actually 是我家己人嚟 ，distant relative 嚟。是到啲吉隆坡客古即係舊嘅蘇邦 airport。做緊。無伊是舊嘅蘇邦 airport 嗰邊有嘢路是真正掂嘅，伊是迄邊叫做蘇艾布路。伊路是真正大條，特別真正掂嘅。早起是真正坐車搭車，因為伊迄條路是會坐落去沙阿蘭，會坐落去蘇邦，會坐落去真濟所在咯。แล้ว特別阿妹是伊隻路位是兩條 lane 位是三條 lane 嘅，真正啱。แล้ว伊就真正暑假打敗妹妹啊，古少年嘅事。也10年前嘅事啊，即伊成暑假打敗隻妹喺條路，伊成個人當講密人必啊，就是人打敗小豆豆，幾個嚟咯。แล้ว伊打敗伊邊個去 try modify 伊敗，伊打真正妹喺條路咯，呢條路無人嘅啫，所以伊even伊紅火輪照過，伊一條直嘅路咯。伊過嘢是嘛？佢講按照聽到有聲有聲啊，反正成個時候一個物件過真正妹咧，看到所以物件你物件妹，你感覺到有風嘅聲。你邊邊到伊 right 去看咯，如果是聲 from 伊 right side 伊正手邊嘛，後背邊，伊邊看時，去一個人打了擺，一個人打了擺，甲伊小上邊邊看伊過甲伊笑，過甲伊會笑打打，拜拜，我都有。伊使甲伊做隻打擺啦，行上 direction 啦，裡面是。是咯。但係迄人無擺。伊無擺，伊鋪了。哇！鋪了，伊 position 係借擺 position。特別無看到擺，敢若看到人呢。擺，甲伊對了，伊真正久咗，對了個 at least 幾秒啦，我伊會看起看落啊，再講有影車無擺。แล้วอีเห็นแต่ emergency เป็นไว้อีเป็นก็อีกก็กินแต่บีลักที่สิอีเป็นเนี่ยสิอีกอีเรอีปีนี้ติดจงอีติดตาจะแม้ขี้อ่ะบ่ตัวไหนอ่ะจึงที่到ที่สตาร์ไว้破單啦是咯佢哋是第一我第一相信嘅咯話可能未見 because 家己真正都是朋友嘛不家己人嘅幾啲，แล้วรู้บัดติงตั้งต่อตันจุมุงาสิรู้บัดเที่ยวไม่มีเกี่ยวตันจุมุงา是即個咯水地路咯水地路對定定人講過水地路位是常常有真正濟人看到個了個是家己隔壁厝邊老 uncle 老 auntie 去 morning walk 嘅แล้ว看就車鏡搭破病真正幾禮拜所以你愛講是講伊人 maybe 是講看無，上講看到物件是
家己想到诶，也是一正正看到，伊拉坎坷讲啦，特别其实伊人只人无老路诶嘛，所以这个听到了这个咱槟榔哟，我伫这阿摩花湖迄边有一间诶，这个bungalow真大间诶，迄个是 haunted 诶，是都是迄个是真正有名槟榔诶故事来。是 because 你是講，唔是講個即係唔知咩 religion 啊，就咩 organisation 啊咩嘢啊，講到底冇即個你講嘅到底 Western Road 嚟啊，是到底我哋 Botanical Garden 啊邊個嘢？是我 Botanical Garden 嚟喎，對呀，冇得。對喎 connection lost 喎，喲，我特快成日看你落鬼嘅，嗰時就窗佢。來無好啊，有時來無好嚟嘅。係啦，來無好特快鬼，我要 call 得對。sorry 對啦。唔要緊，了，你是唔是講我到啲 Western Road 嚟位啊？是對 Western Road 嚟對。講我到啲 Brown Road กับ Western Road 嚟 cross 位啊？對，係已經到金時間嚟咯。我唔知聽到就全部人講句嘛，我把 post 過小影去過。你把 post 過，係你真正有名。因為這些是藤啊，魚嘅藤啊呢，我哋有到啲個口味。對。我係講一磅嗰邊對面嘅，你 Western Road 一磅對面嘅咯，對。對，是咯，佢平時特別是特是我聽人講嘅，因為點先during係咪喺 second。我第二打世界大戰嘅時真正係日本是佔咗佢哋 building 咯。然後伊掠嘅人，伊人嚟研究嘅就係大多嘅查某伊人灌水，灌水係把刀整，看伊把刀會變安怎。你後無就啲把刀刮，伊把刀開來看嚟啲囡仔安怎，做真正啲嘢呢邊。So because of that，迄邊聽講是真正 haunted，做 until 今日迄邊是即。叫嚟做 function 嘅啦，特別平常時無咩人，你看咧都驚，都喺邊伊 building 垃圾，特別正我一個真正嘅故事，甲你講是我家己家己人，家己本身看到嘅，佇吉隆坡嘅，伊三個大佇一個kampung嘅，一個番那kampung嘅border 甲唐人kampung嘅所在咯，伊人是檳榔嘅人嚟咯，伊檳榔嘅人。伊人落來吉隆坡20幾年前落來趁食嘛，了白幾年有睡一間厝咯。到底迄邊為個kampung嘅人，你知食雞煲嘅嘛？咁了愛在灣嘅哪裡做法嘅嘛？你去睡迄間厝，只特人來看伊，個講話大隊咯。了人嘅人唔知5-6人還是6-7人啦，去睡你厝樓頂嘅啊。所以迄邊大頭嘅時。大咧是馬拉古伊為朋友大啲別嚟房為房間嘅困車時出大啲超波嘅嘛，咋記？喲，了有嘢是困車時大啲bathtub裏邊嘅。你是講樣電燈樣馬仔去車時走去別位啊？有可能是冇 dream 你叫咩啊 ？dream 叫咩？行落下對。了頭一時講飲啉酒醉，OK。有時個酒就白啲嘢嘛，所以無去插咯。但係酒肯定抒發性嘅喎。了過啊無久嘅點些，有嘅房間養大嘅點些喲，伊人半暝透遠開嘅。養大個透，感覺你真正做個流汗開，可能真正做流汗嘅。了直大落去啊，別好勢啦，特人嘅呢人嘅。咁樣怪嘅物件啦，所以人驚咧，更古的個唔敢甲我哋哪得講。人時我是伊人性格一樣嘅性格，特別朋友無調，但你搞自己先白白咁啦出去做工嘅咯。你三口隔了借了食啲呢時間甲講起，你知我大嗰邊大節有嗰啲物件發生，我咧白白講佢做車佢咯驚咯咗。我安怎伊咗？了伊人驚咧點先？伊人都唔知做啥物，了你知檳榔嘅唐人真濟，也是都白人講，而家真暑假去梅陽樹跳檔嘅嘛。對。你人係談起邊位，即係有名啦，譬如你有名，一去梅。你人去順呀，你講哇，攏隔了地好是咁樣走嘅，攏透明離開這個厝。了伊哋人都唔驚啦，我唔講到底係咪樹？你講
路人也是無離開，路內邊幾間啊，死啊，一個月嚟。哦喲，是出書呢，特掉死啊！伊講伊啷嘅也啷嘅命了。哦。伊咪講嘅你自己講路讀見看咩頭咩出，แล้ว伊個講ยัง聽到見嘛唔敢，ยังมันนักกูการตุ้ยใน next แกจิแล้ว唔敢ตุ้ยเหี้ย嘛，ยังไอ้ท่านอุจจาระสุดท้ายสิแกขี้เหี้ยมีเหี้ยมีเนาะแล้ว講จุนยง看咩ขี้เหี้ยมีแล้วสุดยังมาสิเท่าแม่ตุ้ยกับกำลังโพ唔敢接觸ตัวจ้ะแล้วเก่าใกล้เป็นตัวที่เย่ล้อปีเย่ล้อเท้าอันเย่ล้อเต็งเย่เตะกันแล้วเจดีเชียน้องสาวเต็งเชียคนดีเลยเนาะแล้วแกจิตเดียมเสียอีหลังทุกคนเก็บไปชูปีอ่ะอีกองจะได้ชูอันจ้ากำลังไปสวยที่อันในปันจีมีเนาะแล้วคุณเขาที่หัวเซ็งแล้วเก็บไปชูปีอ่ะก็รู้ลองกำกับเดี๋ยวทำอีกมือตัวตุ้ยเนาะแล้วอย่างตัวที่ว่าหลังอ่ะแสดงว่าแต่เต้าปูสังหลังคุณเนี่ยว่าคุณแช่สิที่ปูสังโซใจมีตัวตุ้ยเนาะแล้วก็อ้วน路人斷掉咧啊！本掉就把發生過啊啦！我頭一次大時，我人大安尼看到是我人想講人食酒醉啊，阿妹困車亂走行啊！咧啦，咧講因為我講啲係咪數？咧會唔會是伊隔壁啦？厝啦，譬如講即間厝啊，好似幾多年前，規間厝規個 family 啊，爸媽囝老uncle auntie 啊 grandparents 咁了後都會消失啊啲間厝嘅。แล้วอันนั้นก็บ่เก่าเลยจ้ะยังเที่ยแล้วมาจากเกี่ยวแล้วหนูวันเดอร์อีกี่ปีละสวยอีหลังอันในปัญญีล่ะแล้วอีหลังตั้งกับทีกุยสิ咯ทีกุยสิมาเอา自己扣厝咪有扣過來愛對愛到間咪嘅嘢กันแล้ว愛走嘅點先啦ตุ้น個點幾6點阿妹咯แล้วว่า這個cousin嘅哥啊伊哥กับการอีสิโลเวชแค่นั้นอีสังกัดอีสิorganize กันแล้วไปกี่ตัวไอ้咯อี本大餅啦伊唔是係計鬥法超嘅อี本大餅ตัวไอ้餅กับการคิวไอ้โลเวชแค่กี่ล็อก嘢嘅咯ล็อก嘢嘅เนี่ยไอ้ตัว嘢是อี個嘅ที่冰面看伊厝嘢咯伊冰面是厝樓頂嘅 balcony 啊有一個 whole family 人呢邊嘅一拜拜是因為真實見咯，尤其是我家己人講嘅事。因為冇幾層㗎了。是咯嚇，真實見咯咧。我只見你是淡薄點知你叫我講你光良品冠嘅 video， 我發現你看到啊就。伊藤啊呢，有隻 video 啊，隻 music video， 你光良嘅品冠嘅 music video。我發現你看到啊，伊藤啊呢，伊寫一個。伊 automatic 咧藤啊咧殺咧佢冚嘅，哎呀，特別唔知，我只驚就是講啊，往時啊，你成日去一間老厝是大路啊，成樓頂藤啊，有成藤啊布啊，成日你看到人只行走去，你看你唔知講是正人嘅是唔是別項物件嗬？記得，係咯，會話嗎呢？會啊，話咩？會話驚？無啊，我無聽人講物件。都在邊時我哋看山湖講掉淡薄物件。無 sorry， 我看我想專注啊，因為有等陣我甲你講。OK。แล้วนั่งก็ตัว去一個德國呀，德國，這邊你咩到德國啊？你只關了，山關了。山關。山關德國。แล้วแต่ก็ลู看了還知道經驗過，你個爸爸有經驗過，還是聽過，係咪幾咁嘅？我捌看過咯，過啊，迄書過啊一站我看過一道，唔是啲讀啦，係是啲無，迄是我是啲啲做 show 嘅事啦，做 show 啊，啲做 performing 嘅事啦，係是到北京啦，到北京。是到北京this year 今年嚟啦，馬路嚟咯。7月了，你看到未？ 7月啦。迄時是 because 是 concert 嘅，所以我做 guitarist。so because 我人是早起就譬如 rehearsal 咯，去嗰邊，就係去 practice rehearsal 嗰了物件。然後 so 伊 stage 是啲 stadium 那邊啦，stadium 那邊。so 伊個 toilet 咧，
一袋粒離我們 station 真係遠，真係遠，其中一袋粒是全日阿杯，所以我喺呢時我是啲袋粒那邊看到咯，是大波嘅袋粒，你是接佢袋粒就講伊往大波就攤酷，攤，按照講呢就講徛了幫住嚇，對，迄時我唔是去幫助，我是去幫曬 ，OK，幫曬 ，OK。迄時我就你去 deposit 我嗰時我嗰時大概去幫曬，就是我會去去阿貝貝迄一間嘅。我第一時我成日去阿貝貝迄一間。你邊啊無人嘛？你邊啊你檢一邊有人啦，一邊是壁啊對。對。然後一壁頂面有一個藤啊，有藤啊，一藤啊，然後迄時就。我無理，只我頭前人聽，我 show 住 I start 了，真正斜講啦，緊張啦，斜講緊張啦，然後手半本流啊，真正手盡卡盡啊，都要聽，stage 我唔係講緊你哋，唔係講緊你哋 stage fright 啦，你一嘥不出啦嚇，對 ，OK， 我就無關，我就做我愛做嘅物件啦，幫 ，OK。幫佢出咯，幫佢出。แล้ว OK， 然後就你特擺 performance 會幫晒啊？我寫，我最緊張嗰時係咪？特別幫晒，我在把只人會成嚟看。對，所以我就去toilet咯，去toilet咯。嗰時我就感覺我係靠住零。你卡住零零是你被劫晒啊！你被劫晒啊！卡住零零啊 ！No， 我是哭緊掉了。我哭掉了，為咩事？我 already 接完了，嚇，綁掉了嚇。OK， 真正享受 enjoy 緊掉了。嚇，你出了。誒，咁嚟就哇，嗱後面嘅零零啊，後面又綁你又綁你，所以我就。無關有時嗰時紅啊嘅時候，緊張啊嘛，迄時就愛去 show 了，就愛 perform 了，都緊張，咪關你緊綁咧，緊出去啊！所以嗰時我就咪關你，都一綁一大粒啦，就講。哪來那大粒一綁咯？那大粒，那係那緊，你看就。我成solo下吹啊！對，我就。無去關事，我就講啊奇怪。你無想甲扯手掃，你無想甲手那掃一把。我看起來袂，你看起來嚇，無幫。我看袂，無幫行啊！我看你真很坑嗰陣，無物件嘛，我就看到我家己黑物件啊嘛，我說唔係關你咯，嘥一步，都無關你咯，就繼續咯，就接掉。接掉去啊！接掉棒，接掉棒啊！就像有物件就別話了啫。喲，真係聽，然後就卡吹語啦，卡吹語啊，卡吹，對，卡吹語。然後 after 我就真係驚咯，丟到物件咯，丟到物件驚咯，我見佢徛起來，冇切卡吹啊，我驚了，冇切。冇切。嚇！你直頭，你隻航空你就係吊起來，你直頭企起來，睇呐。嚇！吊，就想一做表，我直頭跳起來咯。我跳起來就冰線位，我看落去西坑嘅。西坑嘅是看到一個頭。頭啊！一個頭，唔是手啊，是頭嘅。是頭，唔是手。所以我就真係驚。你 OK？等乜時候？你看到？伊到底咧砧板呢？到底砧板呢？位還是到底坑了？注意下面嘅只坑。你坑嘅位。哦，你是看到伊成個目睭那看了呢，還是規細粒嘅頭？不，伊是一個規粒頭吧？看無，規粒啊！你是看到這邊咧，然後看出來呢？對，看無邊，然後伊頭毛食個了。頭毛，我說你看到頭殼頂呀。無啦，就是講看到，就是講看到規個隻面啦，伊正面咯，伊正面吧，伊是頭毛嗰粒坑嗰粒上係面係咪冚啦，
看無目睭，看無咯，看無啊，聽到聲，講咗啲真蠻嚟呀，就像人卡門啊，哦，到個卡位，到個卡啊，每一個卡是啲真蠻嚟卡，邊啊，就像迄個，無每一個，迄個藤啊位，對，就像人卡真下出力，你知道？砰，我就真正叫我就講啊，我講，你幾搞講？哎，冇切，一頭衝入去，衝入去，咁教人講，我又唔教人講啫，我 perform，啊冇講真係吵咩？你使冇切？冇辦法啦，直接換 call 咯，換 call 咯 ，because 嗰時會換衫嘛，會換衫我全會換個嘛，然後見就是去白嚟袋率咯，叫人參我去白嚟袋率咯，嗰人無聊我講。我拄着物件，垃圾物件，我拄着垃圾物件，怎你頂住拄着吧？如果拄着，你夠熱興哦。哦，你是頂住吧？你講到啲 studio 看到嘅人，上一批嘅人啦。上一批嘅人，我上一批嘅人，然後一起做 concert 嘛，所以然後就是其他musician 就參我去 toilet 咯。參我去 toilet，我就甲伊講到對咧。做了 function 了，然後我人甲講起啊，然後伊迄邊做工嘅，就講 stadium 那邊做工嘅捡物件啊，人講迄間 toilet 是totally 無人去嘅，無人有人查某互人開始啲啦，真正久嘅事啦，真正久嘅事，真正久嘅事，迄時是應該是90幾年嘅事。這是到啲上海，到啲北京嘅時候，大佬講。北京。北京就 stadium 啦。stadium 出名啊 ，stadium。出名本。大嘅使講。出名本。唔記得啦，再得幾張版。就我驚講出來吧，我等我。OK 個。我睇落。OK，等我睇。所以就出名就大間嘅譬如就特別人做 concert 嚟喺邊嘅 stadium 啦。迄一站嘅時是已經是扣過了嘅啦，規間做過新咯。裝修過啊。古早是裝修過啦，古早是露天啊，然後冇出燈嘅嚇。無出頂嘅咯，所以話都是摘個了嘅，摘個了。你去嘅時是already 摘過啦，摘個了，already 摘過了嘅，already 摘過了。但迄間 toilet 是全呀，怎講就無上加新嘅迄邊嘅 and 水啦，較舊啦，流行嘅，較舊嘅。迄邊我是聽講迄邊人講就講，迄個 toilet 啲人。去踢啊，啥物啊？就像 next day 一人就是未來做工嘅，未來開工。所以未去裝修掉，是就補做留到啲嘢嘅舊型，可能人哋未去改嘅仔嘢就病啦。就數咯，就數啦，就數。because 全個人就把路無相信怪嘅物件，無拜神無拜佛咁樣。無去理咯，無去理咯。都個馬路，still 啲馬路，今年7月我去嘅時陣。哇！你即講到啲 studio 有冇是馬路今年嘅數呢啦？你到啲 studio 看到？last year，仔月。OK， 特別唔是 recently 呢啦，我講你仔月咧就嚟7月啦嗱，所以我講啦。不，對，老實有嘅是有嘅。我冇看過啦，但是講只樣大學仔那邊嘅咯，學仔是真濟啦，學仔是真濟，迄時是佇我佇香港，我是佇香港嚟不是做 function 啦，做 function 時候我人迄時早自己教嘛，我人去迄個 perform 嘅現場 practice 了，我就轉 hotel 咯，轉 hotel，我人 hotel。我大學校就是，我人4個人一間房間，4個人一間房間，做迄真係真正大嘅啦，真正閒咯，真閒啦就頭對下去無講無蝦米就是困啊，變成就是困啊嗰種。Next day 起來嘅時咧，我人變成咧一條咧就是依家去嗰個門位開冚嘅門啊，大門。山嘢變成山嘢變下，然後我變成就山去藤啊位。
糖啊，然后过一个就困伫涂骹，然后就是困伫一个眠床骹那边。哎呦，安得诶，都一眠床诶。对，然后过一个咧就是山地快乐的。哦，快乐的。哟，就迄一暝，迄日我想，迄无可能啊，就是讲安尼，无去想这些啦，无去想。我直講我可能大一嚟上面。啊，對，嗰時我無想講大一啊，嗰時係咪我無想了，你知喎？嗰時我是驚了。哦，你成驚啦，知啊？有 experience 咗啊，咁佢車要，你可能我就驚了，我又唔敢教。我嗌 friend 講，你可能我還沒數，咁我就甲人講，我人換房間啊。人講，人做，免換啦，我來2日了嘛。tomorrow 啦，tomorrow night 我人走了嘛。咁我就驚了這樣。驚，你迄一日暗暝我人做了，可能睡到就隔一日吧，你甲對嘛，所以我人個 still 喺香港。佢哋過一暝嚇，過一暝咯，所以我人迄一暝是隔了真正嗨啊，就講了嘛。我去啉酒啊未？了，啉酒你若真正嗨啊，所以未困了。然後隔了嘛啲房間那邊偷笑啦，偷笑啊，咩款啦？我講查某勁啦，咩啊？我說，迄時咧就我人係點運機係咧運機師嚟講啊。對 Ashtray 啦，Ashtray 迄時咧，咁我人就覺得有點運機，通常吹 Ashtray 吹無你知喎，吹無，你間房間內邊攞嚟嘅，吹無嘅，吹無。After that，我一個 friend 就講。actually 跌到落出嚟嘅，有幾好啊！啲人收起來了，我一邊有一支手夾一個，夾計講 thank you，夾了，咪關係咯。我諗伊就奇怪，伊就想到對象，想邊無人嘅嘛？我隔了坐，我人本無注意叫伊去夾，伊可能伊個人夾 X-ray 互伊，無唔知喎。伊就講頭先一兩隻好壞啊，無，我講無啊，無人搖你啊，你唔是家己搖咩？邊樣嚟咩？無啊，伊邊樣就是糖啊嚟，就是糖，所以就真驚了，所以唔係講一點調，一啲標準啊，所以我看到無對片，無對片驚了，我驚了，他是有個幾點咩？還是？下吧3點啦，3點半我4點啦，比如說我對甲成本2點幾啊，2點幾啊，然後迄時就3點幾，然後迄時我就驚了，我就去toilet，去幫曬，幫酒嚇，冇幫酒，出來嘅時咧，我一個 friend 咧，哭嗰條係邊真正驚，真正驚，唔敢出聲，你知喎？伊唔敢出聲，其他 friend 無關係，because 隔咧無相啊，相一間咯，相一間你嘅 Ashtray 係一間啊，朋友啊。無相，別人啊，另外一個，我真驚就哭喺迄個眠床邊啊，哭喺邊，我隔咧無關係，because 隔咧無去想姐姐啊，還是注意啊嘛。我說，因為我就驚會去問，你係咪熟？伊看我者，又咪講我，伊無講我，我就問，你是咪看到垃圾物啊？就發燒了就，就講了就走去外口咧，伊也走去迄個人講咧emergency 嘅就會少 emergency 係走嘅樓梯啊。嚇，你快 escape 咪喺度呀？對，伊愛伫迄邊。跳落去。伊喺地邊跳落去，啲我人嗰粒槍，人家槍嗰粒槍嗰粒對出去咯，掠掉伊咯。After that 掠掉伊後，伊就他 OK 啦，OK 啦，我往對房間一開門咧，看到一個查某，7個啊，一個查某。嗰啲啦，房間啊，一個地方房間你藤啊，我人只開門入去就是一個藤啊了，真大嘅，所以看到外口景嘛，所以一個查某徛喺迄邊。藤啊，內面就是外口。
外口。哦，到底外口躺喺外口啦。冇物件，外口是空了呀，就是。干那玻璃喺一地呢，一鋪掉啦。玻璃一嚟，對，喏，看見我人也就叫人來。喲，我個了走，迄個是雷德斯。哦，雷德斯。雷德斯啊？到底大陸，到底是啲上海灣啊？迄個是，不，香港。哦，香港誒，哦。啊。你看到紅衫，你講穿紅衫？紅衫我是看到我是紅衫。你看到這個安怎你款相款咯，差唔多是布布嘅面啊，是安怎？冇這個真清楚。哦，這是人啊，可能。對，真正清楚。哦。但呢邊是真正，我是想恢復嘅可能。哦。呢邊就會特別衫是紅啦。啊，對。你看到卡是干那看到伊身軀頂面一陣啊？看到一陣嘅 ，because 伊玻璃唔是加料嘅嘛。哦。換嘅嘛。哦。換嘅嘛。我就看到我個講咯，我每部知道到去，我就 check out 啦。check out，知道 check out 啦，我一頭人加料就 check out 了，就去另外一個 friend 嘅房間咯。佢加料人啲那邊 kick 咯，kick 啊。啊，死叫去那邊棘咯，棘咗隻困咯，驚嘛，都冇辦法啦，check out 啦嘛，我擼崩掉嘛，大家 check out 啊，買我唔間就去廿三。這個是幾時？這幾時數啊？這個是把擼娘搞過。哦，喲，你咪是頂當時你冇咪看到啦，最近冇你個看到啊？就 stop 一站，然後就講。舊年嘅時，就一個看到了 ，still 就接落來就今天嘅時看到咯。哦。個馬路咯，我馬路本驚驚啦，馬路本驚驚。馬路出去啊，出去外口比我本拜拜嘅。拜拜的。順利，我真係。如果但係如果就 travel 係咪試過？你當過 travel 咯？travel 試過佢大部上學，大部上學，佢特別驚嗬，特別。啊，就是咯，就是冇聲。直到17號嗰時，我 still 係去個16號我去北京咯。哦。所以我唔驚。你把單那時個後面咪嘅告訴我，都會記起來而家教人講個。聽人講嘅呢就有本啦。聽人講有咩？哦。哈。講一嚟。講嘅一個啊，跟住好一親佢嘅，跟住。等我每班人同我講了，就之後就講這個個就特別驚咧，冇講到個特別驚，講就知道你嘛。我是regarding 我厝這邊嘅咯。我哋 neighbor 嗰陣咁講佢講頭講數嘅啊。對。你講伊。你講。伊是貴司機叫上班。recycling 啊，係仲叫嗰啲冇咗啊，plastic 啊，冇廢罐啊，嗰啲鐵啊，可能件係人咯。我老實講，我未橋到一定激咁咩啊？真係。伊 style 時期間唔知多一邊 area 去橋一個冇袋罐，伊冇袋罐入邊是斜馬肚啊，成激啊，咪知唔是激啊？咁伊就成伊物件成激啊，可能咧橋對嘅。我就真歡喜，甲伊某講伊捡到一個哦，嘛伊某就行過手，伊某實在贏啦準啊，你知道？哦，這你捌甲我講過啊未？先捌聽過呢？無啦，我 email 錄嘅啦。哦 ，email，哦 ，OK，就會講，吉利咯，你介驚呢？咧伊某就成 start to lost control 啦，罵個真奇怪 language 可能啊，唔是平常講話돈就掉嘅，伊돈錢係真個理哦。這個路聽到，家己。這是伊個講嘅，把我看到，我親目睭看到是 another part。哦 ，OK，就會講。伊就驚咯，咧，吼，伊冇實在啲咩呀，吼，佢識字咯就。哦。識伊冇識字咧，伊出來研究咩叫王嘅 help 伊咯。你往到幾個伊厝邊上啊咪數嘛，把尾交甲伊厝嘅時啊，我聽到一個真尖嘅聲就，伊冇講個真尖嘅聲，像啊，佢哋叫咩？總之真個呢嘅聲都感覺聽咧是真係。莫幾長啊！哦，只擦氣啊嘅聲。你往就走過嚟進去伊厝看下咪數咯。你
然後我喺邊嘅時看啲波到啲頭殼拍上啦，靚嚟靚去啊，可能就佢上古咧แล้วอีกกี่แต่แล้วกี่อย่างมันพูดเนี่ย靚嚟靚去可能嗬มาคู่看啲拗嘅會物件แล้ว我想會我想 maybe 是食咗係物件別好勢，แล้ว去 call ambulance 嚟咯，แล้ว我看嗰邊拗嘅時啊，好嘅，看 close 係啲物件，係啲物件一時燙嘅就。你糖只啲叮當嗰啲，一真正嗰啲，就真正嗰啲，同你講冇邊層啊！你都是家己親身看到啦，啫。我即係親身目睭看到了，佢喺佢在講啊，佢在講嘅奇怪怪 language 咧，伊就講伊就講，伊佢在看咯，伊硬講下，特別到時候咩話呢個解釋嘅，then 呢邊嘅人就叫嗰隻河南冇摸嚟念經就，一隻河南冇摸。到來到念經啊，嗬！伊查某講更加大聲，更加嗰啲就，แล้ว suddenly 嘅嗬，伊就講佢識嘅嗬，伊切坑落去啊，伊目睭落去，片坑落去，伊喙落去，伊耳落去。แล้วมาคู่你聽到聲啊，係你冇摸緊物件講話可能就，แล้ว我目睭看到咧，我目睭看到啦，我是看到一個物件嘅，走過了後，係你冇摸到起來了，係就冇就受冇起來了，then 佢回個了咯，即個理就，了係你 ambulance 嚟救時啊，已經嚟救時，本來是 dead 了咯，了係你面入邊啊，應該是2-3點鐘入邊嘅，真見個理咯，了 OK 了。尾我唔會講，伊究竟是扣咗係物件嘛？你叫我看你把圖，然後係你冇講係你物件是燒掉，成一個人啊，做工頭一個人嘅物件，你去扣掉咧，係你科啥掉到一包位。正個理由，應該正個理由咧。了，大概 OK，所以我問你咪是，你使講你看到了。แล้วรู้คนที่เอาทางอเมริกาแล้วอี hospital จะได้ambulance อะไรสิอ่ะบอกคือว่าเดี๋ยวคือโปมาตาสมัยนะคนสีกันนะคนเนี่ย我โปมาตาแล้วมวยว่าหลังอ๋ออีมาตาอะไรมวยว่าหลังอ๋อทำมีสวนในคนนั้นทำมีเกี่ยวกันแล้ววังก้อนสิมาตาเอาหมดI don't think ยัง係常識咯แล้วน้องจะ講啊แล้ววังนั้นจะไป講แล้วอีชัว你就冇去 hospital 去 postmortem 咯真正個理由，真正個理由。你冇看到你未請見過難買未困難，你可能未見。我攰啊，一禮拜啊，個 still 上掉，係你畫面個 still 都係鬧啦，真正個理由，佢講，你 imagine 佢拗出來糖嘅。你一拗嘅糖咧，一糖兩來時，一糖冇啲嘅咩？一糖 still 到邊個？有啲，just only 所貴是嘅咧，我人冇人敢行，我 except for 你冇摸，你個卡行我嘅。你冇摸腳啊，隻手就 try to 趕下你糖嘅啦，即係你青，你把肚邊嘅，你滾那邊，成翹即係那邊啊嘛，是真正個理由，我講緊同佢冇邊層。你知個一個切坑流去，目睭流去啊，鼻坑流去啊，流去嗰啲有計個理呢。那你有看到咩？我看到我有當佢相機看到呢邊，我相機呢邊我就嗰啲啊。所以你家己親眼看到啊，這是你。我呢邊嘅housing area 人都家己報上網嘅呢，有看到咯。嗰時出來講個成個嗰啲咧，伊翁出來講救命了，大人落來看咯。嗰呢邊啲成正正嘅，冇咩亂間嘅可能啦。你出來都嘅救命，所以個人走出來看了。OK 看到哇，呢啲正個理由。上擺係你 ambulance 未上成講這物件哦。你我是講這個，你唔係講樣安怎解釋嘅樣啊？你就樣安怎解釋講？即係你往安怎解看到嘅物件，往解講我了，伊講 OK 咯，樣嘅嘢等於 postmortem 了。你就再講嘢 postmortem 佢啊，話咩物件？再講咩有咩 reason 咯？冇 reason 咯，全部掉 reason 咯。伊 just only 係 sudden death，伊 reason sudden death 嘅咯。真正個理由，講嘅物件。真正個
干那几百里死啊！唔係都打電話咧就我佢叫 monitor 嘅 ，OK。我 monitor 嘅啦，嚇死我仲。我你記得我開始時候咪講我就做啲新嘅咧驚聲。就是這樣。我佢表 respond 有佢定義啊，我佢而家講咗。我成日時喺邊驚。在那里啊，那我跳起來啊！好似呢個。好彩成日嗰陣時漸嘅時候，漸時候我手頭都係啱片啊講。可能會漸嘅時候。講嗰啲而家講嗰啲，即係 experience 而家講嗰啲。你講我琴日有個 monitor。嚇死我！我開聲我聲你我跳物件，平聽電話聲我佢跳起來，加油！我佢講嘅咯，但我聽到佢講嘅啊，我手邊聽，但我都冇講我點冇 respond。我話咗，你下人嘅司機啊！Kanawa, ikaw Mary. Kaya tayo ang kung halay ba ito siya ya?我白虎嘅 switch on 你買嘢數。等我考個吧你啊。Sila ko okay ko. Tamay kaya, tamay ka to check in eh. Có sự cái gì lúc này xia lại nữa sao? Bác sao biểu hậu được respond gì? Không biết con gì quỷ. 刺激！我不知道要 add 呢條我嘅 soundboard，而家咧 add 較濟聲啦。會使了啊啦，會使了。喲！一是掉地，一是冇掉地嘅。你等我嚟先。掉地。你等我嚟先咩？你 overdrive 啊？什麼？我 add 淡薄 overdrive 嘅。哦。我可以，真係可以。你咪自己開即個echo 一嚇。佢 echo 啊，對。我同你講啦，我哋班全啦都係邊啊，人家騎掉啊，我同你講啊。邊貓啊？啊，切頭。切頭卡字啦噃。係啦，而家是你會錄。但，你是錄音嘅嘛？等陣，你是錄音師嘛？對，你是錄音嘅嘛？我同你講，咪等下你earphone那邊喎，嗬，一出現一句話，同你講，你還不要去睡呀？我成日都掉呀！好啊啦，你特別掉呀！我掉嘅，我三日掉，我就是個人錄音。你夠玩攤呀？你夠玩攤？玩攤錄音咪是啊，嗬！Suddenly，兩個人半聽到喎，你做乜這樣夜了還不要睡？然後 ，hello， 安尼咯。有。但係你錄音咪是啊，錄個一半人跟你講話誒。啊。他唱得好聽哦，我等陣啊，都聽你講，他唱得好聽咯，你講。耶！我塞唔出來了，但係塞唔到嚟咯。特別是你開咯，特別是你開你 studio 下錄音時，但係嗰日到啊，定到時我到啲大學嘅時候，我 speaker 好似聽到啥人。咦，成日唔知是電到啲咪通過，還是聽人成日你馬達係walkie-talkie 係 pick up 到嘅聲嚟咋？你成 frequency 啊？不嚇 frequency 嚇 frequency，嗰啲 speaker 會 pick up 到咧 ，amplify 到嘅聲咯。我頭幾頭時驚死我成個小鬼都咋？你我聽下先。講話咧聲啦，唔知有冇咪聽到明嘅講面啦。有時候俾我聽到伊個成日你。然後你聲就walkie talkie 聲，然後個門嚟見，不定到見死啊！然後等我看這幾句人學這裡
冇打，冇毛白，講個一個朋友嘅啫，咱就使笑打。我無物件講，我驚甲未出事。但我怎麼聽你聲時你就才驚者？驚我驚甲未叮當嘅。好啦，安尼看，特別咱們過咗差唔多1點鐘較幾咯，1點鐘20分鐘啦，香港。了，咱希望咱嘅即個德國咧平安安啦，去學校嘅時候，若是講有看到幾個物件咧，特別本平安啦，看到一堆嚟個人講。梗係抄線嘅，冇啦，平安安，特別看到，係咩嘢你講？芋頭你求真啊姐，我叫暗橋芋頭啊，係咪啊？係咪咖喱芋頭本路啊？冇啊，芋頭啊，唔是咖喱芋頭啊。誒，你冇去嘅咧，就雲吞咯，好啊，就咁 crystal 咧，一條，一攞粒一條，你記得好啊，是攞粒一條，以後我條見招啊。攞粒即係攞粒，因為攞粒物件咧一條咯，對嘛？以後我就想報備啊，咧未看到幾物件啊。有誒，看物件。有啊，你去問看。特別唔知啦，特別你若是講參一電嘅人就真係。唔知你去問看。冇啦，我一到是一人困咧。哦，我講聽一人困嘅，你唔驚啦嚇。我唔係唔談，一人困嘅，等於冇嚇，就是叫啊。我等我驚，我等下對入去，我唔敢困，我邊邊特別，我未รู้講。你唔是到厝咩？冇到 studio。冇啊。嚇？你個到 studio 嘅位啊？你這邊，你個 studio 夠 internet connection 呀？冇啦，我做是講你正，你多到正做工。頭先我做條物件，做條物件。冇，我未你大定之大學校後，你講你看到你參你一定嘅人看到你就冇紅色衫啊！伊學校嘅 room 是有成個吉哩吉哩嘅呢，還是前期 normal 成個就 OK？ normal 嘅啦。normal 嘅，but 伊 room 迄間 room after that 我人個倒對去，早起是去，就是講 check out 了，我人甲伊講，我衫佇樓頂啊，毋敢耶穌叫迄人差唔多去嘅時咧，伊開門我敢毋敢接不是，真正久啊，就去叫物件，我人就看到伊嘅頂有係迄個聖經啊人講，哦，伊門也有呀。就是講伊咁樣伊 table 嚟位啦。我都頂個呀。要行一本咯。聖經呀。都頂位。對。聖經特別只學校咪就有係聖經本嚟，佢只學校。冇，我另外一間我 friend 係房間冇行呢個。未必有得抬嘅。冇啊，我哋學校就只抬聖經。冇，我甲你講啊，係個抬位啦，嗬，咱若是講要夾出來開掉呢。就是講就是一開掉咯，伊就是開掉咯。我都唔知嘛。我都唔知嘛。迄時學校是 Facebook 又無環境通換啦，真真未換了啊 ！check out 了就緊走去 friend 環境 kick 咯，搞到都直接困咯。好啦，誒，感謝你能夠你的歌夠人 share 你告訴啊，然後個有誒，這對嘢OK， 然後個有這係你個冇得咁走起啊，比較少咩啊，對嘢個，然後 OK 咯，然後個我嘅這個特別件，希望你保庇平安啦嚇，一把這個對嚟講較濟告訴。แล้วก็วิบิว่าปัจจุบันตัวที่ไหนกันคุยกับสื่อคนเดียวเลยไม่講啊，ห้อง視會掉時啊，咁樣。失敗啦，我講㗎啦。OK，搞笑。我下個禮拜過來到底嚟邊啲學健嘅節目啊？會見到係使佢去 Facebook.com/邊啲學健會 join 做我 fan，แล้วก็會使去邊啲學健度網頁留 comment 嚟講路，但是會講幾個數咧，成日即係雲塔唔是，成個之類的個人嚟講呢 email 話咧講再參加啦，不過計講，感謝各位聽眾收聽，你禮拜
再见，拜拜。拜。